banyak penuh-penuhannya. Oh, ini cabenya itu gede teman-teman. Ini enak ini. Oh, sampai nggak muat. Sampai tumpreh-tumpreh. Ya. Oh. La ilaha illallah. Yo happy, yo jelas happy. I'm so happy no. Oh, saubruk cabai dibelikan nyonya. Oh. 哎呦，辛苦你嘞！Yang kerok kan. 你好，老板。好。Kita dikasih labu siam sama ibu bakulnya, baik banget. Sekarang lagi musimnya labu siam. 你好，老板，好久不见。就是啊。你好吗？对对。Ini membeli labu.早安，老板。阿弟说很想老板。他的儿子生病啊。生病不是好了，他要照顾儿子。对呀。这个放在这里一下，老板。哦。我们要去新店，这个再放在这里一下。好。OK， 谢谢。这个很多地方休息了，这边也休息，看太太。休息一天，带家人回诊。什么意思？他妈妈生病吧？哦，好。我们要过斑马线了，这边呢，太太，我们要过斑马线吗？我们要去624的地方。好，等一下休息，小心，等一下。慢慢来。OK。哦，今天比较凉，好舒服的。这么多天都好热。这样最舒服，比较不会那么辛苦。还是如果下雨比较麻烦呢？这个是什么？Oro店也休息啊？哎。哦，他礼拜2也休息。今天礼拜2没休，休礼拜3。3次。我们今天可以虾仁炒蛋，还是虾仁？虾仁炒蛋。它有很多那个给那个卖牛肉旁边买的那个虾仁，小虾仁，他帮我剥好了。哦。那个都快要死了。好。要炒什么？炒蛋呢。炒蛋。虾仁炒蛋。哦，不是要炒芦笋、炒菜这样，炒葱。是要炒蛋，炒蛋才香。哦，加一个菜啊比较香，比较清淡。晚上你就炒一个菇菜。菇菜，哦好。naik 620。来。哦好。那个不是624了，太太，214了，214。3
304有没有看到？304。哪个624？好。Sini free wifi ya. Pada di depan sana kita memilih opsi murah naik bis. Ini tuh kursi prioritas. Hari ini sepi. Nah, kita naik bis itu ya. Sekarang nyampe rumah Ama. Nah, sekarang di sini ono Simple Mart. 我们要去阿胡一下拿一米。看那个有没有卖辣椒？对啊，看一下。猪肉还一大堆，太太。阿威猪肉还一大堆，那车还没有完呢。还没回来了啊？还没回来。还没回来。在那边一定有菜呢，看一下。哦，一大堆。这个辣椒，太太，这个好吃，太太，好吃，比较香，它漂亮，不会那么辣。我无见我做谁买？哦，老板没有啊？我还有很多菜，太太，可以买。小黄瓜什么都还有。OK。它也有笋子。哦，这个小黄瓜好吃。我想讲伊较早较无用，较后才摕。这是瓜油，应该有钱啦。Nah ini gambas. Ini timun. Nyonya aku beli jagung. San iu.
你好，老板，好久不见。就是啊，你好吗？到现在，对对。这小刚刚好吃啊，这大条呢，这你孙啊，今仔有哈，这个就卖啊，什么东西？小黄瓜啦，我要这个一个是好了。你要吃这一种的，对，一个。这个是大黄瓜。这个我很像印尼的大黄瓜。啊，你们的印尼都这样哦？印尼有这个哎。你个切几条？3条50啦。好啦。哦。3条。跟这个2个差了这样哦。一样的，我要煮汤啦。我太太要煮汤，好好好，随便调标量好了，老板。我要煮这哦，我嘛要变。意思讲卖有孬是就好啊啦。啊，因为这你来对我嘛好。今天你来对我嘛好。啊你，来这个先放。好，谢谢老板。哎，啊你拄才来哦？因哦。啊你有先去找阿辉哦？我是讲看晚再来，早点也可以。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对对。给我看一下。啊。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对对，有没有记得？我知道。对啦，人资要紧啊。他老了，还给他算了。对啦，熟无一定贵啊，熟来是食较要紧，食较重要啦。对。这个拢轻轻。可以下去蒸那个水可以喝，是这样而已。捞也不用买好了。拿上铁嘛，真甜的。那就是甜啊。对啊。买就菜龟饭3倍往上。一定那个菜菜的菜好吃。我菜龟我下。这条你个别东西。当初有3搭个讲。好。看完就是古仔菜龟啦。真的啊。乱讲话啊。好听而已。还有呢，都买完了的。我上面1本100了吧？哦，好便宜的呢。在这里还有一大道，我这边我有啊。不是还有一大堆。会香未？哦，免惊袂香啦。呀，这咧赚20块较紧。哎，4块啦。啊那对啦，500块4块啦。看人讲我来好，袂啦。这内面拢无歹吼。无歹，无你好漂亮。这挂的，你打开给他看。不用看了，来看里面有没有蛋。这个比那个漂亮，啊，这个比它漂亮，这个比它漂亮，你讲这个。这个比较漂亮。这个漂亮，对。它水啦。直接夹多少钱？说便宜也500块。你去大市场拿80啊。哦。大市啊。我知啊，嘿。大市啊。Nyonya aku beliin sayuran di sini. Mbak, ketemu lagi Mbak. Nyonya aku belanja lah. Belanja. 这个阿嬷啦，太太，阿嬷太太忘记了。哦，没有忘记。没有忘记。Hah? Kesini ya, lagi main kesini ya. Apanya? Main kesini sampean. Iya. Ada urusan, Mbak. 那要试试要看这个一下，看阿辉。我要阿辉。我打一个电话给那个谁。给你太太。不是啊。买猪肉啊。那个欠那个1000块啊。哦，六掌啊。好。你好，老板。好。你真好，每天盈盈。我很想看老板啊。你是想看到我，还是喜欢看到他？都是喜欢。都喜欢哦。对呀、我最喜欢看我老板娘。废话。因为是我老板娘啊。Nah ini non halal ya. 还有一个猪脚，一个而已。漂亮的又跑。你爱可以。安娜。
人慢来，安尼哦，哦，因为我无行。系啊，今仔班出最这个阿虎要送给我们，然后哦，这么好，老板，谢谢老板。知道啊。那你想不想看我？很想。现在我爱太太了。哦，你的菜刀好厉害，太太。砍菜刀砍好厉害，很像切蛋糕。切蛋糕。我们家里的菜刀都没力气。那你想切蛋糕没有？我来也买啊。哦，我会当甲切安尼吼。破冰呀，无我剁大地啊，甲落去破冰。Kasih labu siam sama ibu bakulnya baik banget. Sekarang lagi musimnya labu siam. 这个走油走油。好了嘛，让人买去啊。哎，食好食啦。猪脚呀，kaki babi。安怎？我进来的暗区，我这进来的暗区吼。你敢无啊？要爱排骨吧？要一条吼，啊你买切嘛，你先甲伊切好无？吼。啊，毋是啦，个规条迄个。算较俗。卖啦，卖真多啦，啊，袂种算伊较。我已经甲你买迄啊不是。哦，当兵带啊甲参礼过。你甲喊迄啊不是？你啊袂是？嘿啊，我落来食袂。哦，是咁多。我你爱是。你有送我甲进来咧做。这我准备要做。哦，迄个那有迄个生活的。猪米粒，蒜头饼。我人工。这个太太买猪肉啊？没有啦，没有啊。我吓一跳，我问呢。吓一跳。很像要开餐厅。要开餐厅。不要紧张好不好？啊，那个爸爸说，对啊，那个好，那个我想爸爸长哪里？应该跟爸爸。哦，直播的哦。我很厉害，这不要切，有一整个这样。弯路爱。哎，我要跟他阿虎帮忙削一削。不用切，对对，不用切，他不切，他不切，他不要。这个是排骨肉，炸排骨肉那个。对，我们那天有买我们冷冻有。然后我给你看一下，他这个。啊，你买手啊，钱都收呀，讲一个，讲个，我叫你我刀啊，我刀啊。哎呀，我真的暗记者吼，我要问你看你这几块块无？真水哦。啊无，啊要米恰吧？恰吧还是？啊你拢面弄。还食过吧？你食做我出手。好啦，好啦，好。现在我可以放进去里面。可以了。啊。他不一定在家。没有看到。
啊，就无，会早起足紧的人就袂了。对呀，阿妈的萝卜糕好吃。哎呀，要吃鸡杂无？不要不要，那鸡杂无啦？太太喜不喜欢鸡掌？不喜欢。我你吃迄个米粉炒，对。Nah ini amannya baik ya, mau diantarin ke rumahnya Liu Sang, sang provokator. Saya这里也有卖菜太太，他的生意也很好。他自己种这样了，他说，他的地瓜也其他在那边嘛，就是很。我这条行啊，款哦，是这条迄条。我那个，头壳是第一条。唔知。完了。你看人家。阿妈走路，对。对，跟他去点借价。去拿钥匙回来。对，我现在拿，是等一下拿。现在去拿。Aku mau ambil kunci ya. Agak susah ya karena banyak sampah. Banyak surat. Semuanya bersih ya, emang kerjanya bagus ya. Belah sini juga bersih. Jam 11 ya. Nah, rumah Ama ini pelan-pelan dibereskan teman-teman, dibersihkan seperti itu. Terus saya baru tahu kalau misalkan ternyata rumah Ama ini dibeli sama nyonya. Jadi nyonya aku tuh pinter banget ya. Matematikanya lah ibaratnya lah. Jadi daripada dijual ke orang yang namanya rumah tanah itu investasi. Yang bisa disewakan ini 3 lantai itu tiap bulannya bisa menghasilkan minimal 50.000 NT. 25 juta rupiah per bulan kalau disewakan. Jadi orang sini tuh pinter ya. Jadi kayak bulanan itu bisa menghasilkan kayak gitu, investasi yang menghasilkan. Wo拿了钥匙。哎呦，辛苦你嘞！又信了，要倒下去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账户的钱。那我就觉得，股票不是阮的啦，较早大我拢会甲你也调，这无效，拢只有只。哎，油菜我拢少下。我给他问，哎，这。这个不是劳动部啊。这个是不是西大的劳动部？对呀，劳动会。劳动会。怎么还有劳动会那么久了？不是吧？你看看。是。我叫你爸爸的，较早迄袂记来啦。是啊，你老公，印尼劳工嘛。哦，1个月如果3个月6000块，这个1个月而已这样的意思。他要寄。Nah ini tanamannya ya, tanamannya kayak gini.
Karena nggak dicabutin rumputnya ya. Sesubur ini. Nah ini rerumputan liar ya, rerumputan liar tumbuh. Coba ha.妹了，那个什么东西？纸你不拿丢掉，放在原来边了。 Dan hai mekan na ka semua sin. 这我毛就就这个那现在你给它抬起来。哦，新塘城的啦。啊，新塘城迄个不老啊。这熬滚水啦。我不叫门老我在修，我讲这个拆水的啦，快快来。中信、房屋啊、新店、安坑行销团队。而且呢，多少钱呢？那个什么？ Untuk pau cilai naga lo. 哦，空的。王城之妈妈嘛，他们肯定回来就来那个。 Nah ini kita mau ambil sayuran ke pasar. Sen just 1点的。这帮肯定款了，这帮肯定。对呀，我们要租给妹妹了。好的。对呀，妹妹要回来吃饭。哎呀，我们走了。好，一会再来。放这里。 我这个电话一卡呢？啊，你这个电话一卡？啊，我这几条卡的。这卡较大卡啦，应该不会那个小卡。我来看一下希望大，越大越装多一点。有空再联络。哦，你看你挂住。哦。它的名字什么？我忘记。龙珠。龙图猪，OK 啦，谢谢，拜拜。路上拜拜。好了来。 叫天花板要看，进来唱唱的啊，哦，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再见。有香香的味道。前面的。哦。有烤面包啦，有昂桑阿头的味道啦。但是它做很干净，对不对？嗯，真的很干净，不是随便便了。 不用看那个菜了，得回家了。看你买。对。为什么眼睛这样？好像眼睛都很想买了。也看你买这样。对呀，最后不要看。 风好嫩哦。有没有找到？找到，这个菜篮子都坏掉了，板太重了。对呀，你下面没有那个扳子用。本来它是这样，很容易坏掉。坏掉了啊！要得绑啊，对。再给它暖一暖，肉比较会了，对了。比较细细的。这样会，还是这样的老师，这样。 煮红糟，你试一下，切开来，这假的啦，假的煮红糟哦，我要椒粉啊。哦，煮红糟啊。椒粉。拢免尝啥。这就好啊，你。啊，差你啊，两个拢大的摕，也不管啦。我摕出来啊，我都。这个什么东西哦，太太？肚肚啦。哦，啊啦。猪的肚肚。肚啊，你把它挖出来。啊。你今日目镜无来哦？ 无啊，伊已经去上班啊。140。这个2个肚肚。啊。他已经这拿那么多啊，没有关系啊，就已经去那个一人试饮汤去做把高干啊。给人家吃。啊。走。这个好重。
有怎么样的菜篮子的，如果太太买是一定坏掉了。坏掉坏掉。这个是西班牙的，对，这个是西班牙的，西班牙的菜篮子也坏掉了。台湾也没有用了，也坏掉。现在怎么样的厉害都坏。这个有时候滚绳子汤也很那妹妹要吃什么东西中午？随便拿回去，我这随便弄给他吃，他就吃了。我带他去外面吃也可以。哦，要给他开心呢、不要随便便给他，那有可能他喜欢。第二次如果马上到就做。我要拿还拿肉肉去给华多阿姨400块。Ini kita nunggu bis ya, 4 menit. Thế thế nào thu lệ sự khoai chưa? Mèo tay linh triển. Nào có bọn tôi yo yo khác hay mê choàn nào cơ là. Có hay mê cái thật choàn chiến. Chỉ 18又后面又来一台。旧衣衫40 phân. Ini 40 phân ya. Chiều y san. Arlimpa, Chisonghe, Kongguan. 公馆呢？ Kongguan. Kongguan是公馆站。在那边有夜市的，对，晚上都会有吃公关了。哦，这台是